Hello，咁多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係 Felix。今日咧就報道下呢一個最新天氣消息啦。咁而家咧3號風球現正生效，預料將會至少維持到聽日嘅星期日嘅中午。咁同蝴蝶相關嘅強風區正逐漸影響珠江口一帶。現時本港多處吹強風，西部高地間中吹烈風。而蝴蝶外圍雨帶正為廣東沿岸帶嚟狂風驟雨，預料蝴蝶將會喺星期日朝頭早6月15日會喺本港西北大約300公里左右掠過。3號風球將會至少維持到聽日嘅星期日中午，除非蝴蝶喺廣東內陸維持較高嘅強度並採取較為接近珠江口嘅路徑，否則改掛8號風球機會甚低。按照現時預測路徑，隨住蝴蝶逐漸遠離同埋減弱，本港星期日晏晝風力會逐步緩和。雖然星期一同星期二蝴蝶已經消散，但係活躍西南氣流會為廣東沿岸帶嚟大驟雨，市民請保持警惕。海有大浪同湧浪，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好，今日就講返天氣預測先。預測係吹清勁，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吹清勁至強風程度，南至西南風，初時離岸及高地間中吹烈風，稍後風勢逐步緩和，大致多雲，間中有狂風驟雨同雷暴。稍後驟雨逐漸減少，氣溫介乎27至31度，海有大浪同湧浪。展望星期一同星期二天氣仍然唔穩定，雨勢有時頗大。下週中期驟雨減少，天色好轉。而家氣溫係28.4度，相對濕度85%。大家請留意啦，3號風球呢就而家係生效嘅，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做好防風措施嘅唔好輕視防風措施，同埋應該要遠離岸邊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好啦，今日嘅天氣消息嚟到呢度，請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我頻道，記得俾個 lik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記住留意我影片同更新社群資訊。好啦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夠，多謝大家收睇我 Felix 嘅本頻道，期待下一次再見，拜拜。Do you receive my echo? My life is a party.